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还有一张嘢就爱来过新年了，故所想要请问一下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开始来准备呀，布置嘢就会乌卡毛啊，安样的布置这样会本家都有安尼喜气洋洋的感觉。假使讲大家还想唔到嘅话，阿群妹做本机啊，就建议吼，像喺下日头摆传统的啊，叠比较春联啊、春到啊、福到啊，也係阿群妹嗌嘅建議。唔過吼，今日福喜來咧，愛伴大家福喜，請到有專家愛伴大家專家嘅建議哦。上來吼，也花愛用嘅布置，讓有新年嘅感覺，愛用嘅這樣有喜氣吼。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嘅講來分享今日嘅來賓係安尼會客室的主人哦。我們來歡迎玉鳳老師，分享玉鳳老師。大家好，我是蒋玉鳳。今天很高興來到福氣來了，替大家來介紹我們這些創作者的作品。冇錯，歡迎玉鳳老師來到我哋節目當中咯。唔過聽講吼，其實你唔係客家人，係客家新橋錯嘛？錯。哦，唔過唔係客家新橋，還係會講客話。嘿。哦，你自家係特別去學嘅係？嘿。特別去學的，然後有考中級認證。中級，對，還沒初級聽聽哦。中級其實係都有難度嘅哦，有難度。所以老師，你當初是為什麼會覺得說，家本客家人做客家媳婦就聽錯，愛拿客話學起來？是係講到新加坡客家文化保存延期，好，在那邊工作，上到鄉親朋友來到的時間，用客話介紹啊，我到產品啊，作品啊，更有一種親切感，所以我就希望說自己可以朝這個客語認證的方向。證明說，其實客家媳婦還是可以說客語，說得很好。好厲害哦！嗰時候看到玉鳳老師按認真學客話，阿群妹愛當認真來學，是愛講會了，人妹講會了，都想學群啦。因為當家啊，你講還好。好，我會繼續。什麼？對，所以沒想到來請問一下玉鳳老師，你來到呀，剛剛有講到你都呀新華屋要找空間，有一張很多會客室要找素材，上了呀這個會客室沒那個油盆資源放來兒童朋友熊飛那個會客室哦，是另外一個會，是會集的會，對不對？當初就是想說，我們要讓客家朋友可以聚集在一起，所以我們就取了這個會客室，也就是匯集客家人文的城市的意思。也不是室內的室哦，最後那個室是城市的市。對，所以它其實會客室有佢自家嘅意思，係希望大家做得契合來到亞洲素材。所以剛剛有提到這個地方是在新華屋的園區裡面嗎？對，是在新華屋新竹縣的新華屋客家文化保存區裡面，那其中的一個駐村的點。對，唔過我想問嘅係，其實我頭擺有談過新華屋嘅片，比如說有市集呀，但是以前好像沒有聽過有這樣子的一個空間。要在空間同新華屋他們是怎麼樣開始的？就是在客家文化保存區，那其實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做這個文化保存的活化的工作。那會客室是擔任的就是一個花藝以及展覽，各種不同的作品展覽。那因為大家都知道說活化過程裡面，通常用市集這種方式來做一種宣導啊，或者是說，那大家是都好。來聊啊，那所以我們就想說，如何讓過去
客家文化保存区这些巷弄里面的人。生活的样子啊，那让大家来到咧从狗架安用，到巷弄地本安用，穿上穿下，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古风车巷弄市集，对，在巷弄里面，然后逛市集的感觉。古时候可以低度没有那种巷弄的感觉的样子。对对对对，不过这嘛该不很多古风车哦，因为本来是想讲风车是走的，可是因为我们有竹艺老师，那他做的风车就是古时候人就在玩的，是用竹子做的。那我们就想说用这个当我们的标志。那风车的意思是把这些艺术像风车这样徐徐转动吹向各地这样子。然后从巷弄里面，然后扩展出去。哇，古时候不单枪是这个会客室有这个汇集的意思，连这个古风车的这个巷弄市集，里面有几七个的意思哦。古时候周得强玉芳老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会客室啊，给低度出庭，刚刚有讲到有一些展示，有市集，以外还有其他按到嘛嘅发通会都有会客室低度来进行咯。我们在会客室里面，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展览。那就是说，最长的，因为我们是因为从花艺，我本身是有花艺设计，那花艺的部分呢，来衍生出来，所以就会有陶艺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花需要有陶来承载嘛，有花器来承载，那我们就集结了各种不同风格的老师来做他们的陶艺作品，所以就有陶艺，那以及植物多肉植物，哇，还有就是非常厉害的，就是用花来做压花的画作的部分。那时候底部就会吃到有一种非常有文青气息的这种感觉，对不对？然后还有植物嘛，所以我们还有植物染、蓝染，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客家蓝染。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植物的部分，还有其他的捏塑的部分。那当然也有我们中国的书法和工笔画，哇，是非常的丰富。嘿，以法有花艺来做原型，还够延伸出其他按到面向，全部都会艺术的范围，都得本大家来欣赏体验，其实也有，对不对？体验的课程。我就係講老師們來展覽時間，開始請他們辦一些分享的活動。我們係講一般的，就是在外面安親班的那一種，不是，是說我們的藝術大師在這邊告訴你說，其實這一件工藝，他會的這個，譬如說陶藝，這個工藝呢，它的精神，或者是說它可以傳達什麼，是一種啟發性的一個面對面的教學。但像喺七家同宿周天天，還靠愛提到講，一門藝術啦，它的意義是什麼？它的創作的心情是什麼？其實要的都可以體驗以外，還靠從有比讓我們一般人可以更接近藝術的一個方法，對不對？對對對，就是傳達人文。其實藝術它背後還是有文化的意涵在。對，不過我們想要來問一下欣賞吼，因為一般從阿群我一個理解啊，駐村是一段時間，短短的時間而已。但是老師你好像在這裡很久了。對，102年時間擔任駐村藝術家。後來就深深的愛上了整個客家文化，以及在這邊呢就有生根。那雖然現在新竹縣政府呢，它已經把全園區的就是委外經營，那我也就留下來擔任其中一個單位的這個會客室，對，然後我就變成另外一個主人咯，就來邀請其他的駐村藝術家我們一直來更多、更新、不同鄉鎮的人、不同城市的人來到我們會客室和新瓦屋。古時候我聽起來吼，欣賞係因為來亞片駐村，所以就愛上這個地方。所以老師，你一開始怎麼會想說要來新瓦屋要找手才來駐村呢？是講知道說我們新瓦屋在活化，然後它可以提供一個就是說藝術推廣的空間當時是這樣。那我們的花藝夥伴們剛好就是在文化局工作，那就讓我們呢有這個機會可以
跟大家一起为文化来打拼。哇，所以就因为在缘分后，就爱到的那个新瓦屋这个地方，韩国就决定爱留下来，韩国做这个会客室的主人。那会客室除太有懂到艺术品做的来欣赏啊，韩做的来自家来接触一点艺术以外，其实还有东西好吃，对不对？有这个轻食的部分。哎，错。对因为我们知道说看展览啊，除了我们心灵上的艺术飨宴，其实还是会有吃的艺术。没错。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我们把一般我们麻糬是需要用筷子去弄它，所以我们把它弄成比较一种简单的可爱的呈现。对，像现在拿的这个呢，这个就是黑糖黄豆粉。黑糖黄豆粉，而且加个盘呢，哎，好漂亮哦！这是我们沈继华老师特别为我们新瓦屋园区做，只有在这里看得见，因为你可以看到盘子里面有这个烹尾薯，有烹米薯黑吗？那我就只好把这个吃的艺术也吃进肚子里去喽。因为都是每天新鲜现做的，每一颗丸子都是自己这样子手去挪它的，所以我们常说它的艺术是在于说发自内心，所以我们会说我们的艺术分享的时候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会的这件事情，它的真正意涵在哪里，深深感动大家。哇，懂后生呢！韩国刚好有讲，其实盘子是大有文章在里面的哦，它是有个烹米树到底部，因为我们整个园区呢是有生态保护有大生态池，所以我们有烹尾薯都会在我们的前后院嘛，对烹尾薯尾都。前面后面安用跑来跑去的，很可爱。不说你看后，连亚的这类东西，都老亚新瓦屋附近的生态、人文、文化，全部都不用到底度。其实还有韩卡的有关亚会客室的韩卡的故事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係综艺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吼，愛同大家來紹介下新竹新雅屋，也在延期度空有一隻按到會客室嘅素材，有當到藝術嘅作品，當愛同大家來分享哦。今日有請到玉鳳老師來同大家來分享。好，也下大家應該有看到哈，玉鳳老師前面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具，要準備來開始做我們勾形衍生的法，用嚟擦，將會講，對不對？故事也下就麻煩玉鳳老師開始來插法。對，今日就順下來摸一下玉鳳老師哈，因為像過年啊，有看到懂種花，比如講一般年不卡會用的像是蘭花，蘭花非常多人過年會放。還有哪一些花你覺得在過年的時候很適合拿來做這些花藝的素材？像现在我用的这个提琴叶啊，提琴叶，对，它应该是可以从小年夜绿到这个元宵节，所以我们要非常常绿的植物。对，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啊，我们就会选一下这个比较常绿，或者是说它这个花可以开，像这个应该都可以。如果天气够冷的话，它可以从小年夜呢到这个元宵节出发。对，那我们在插花的时候，我等一下会用到3朵。那通常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那像这几朵都是差不多大。那我们通常会有大朵压低，比较靠近海绵。然后小朵跳高的一个技法，所以你自己在家做的时候，你只要记得这些技法就 OK 了。老師，你再同大家來紹介，人家術後拿一隻很漂亮、很大朵的大紅花，它是什麼花？大紅花，好沒水準的說法。其實它就是菊花。菊花，對，菊花在過年的時候非常適合，因為它會有吉利又發達的一個意涵，很漂亮。對，那我們就把覺得比較大的大朵的要靠近海綿，對，把它靠近海綿。因为我吃到像是花艺啊，这个其实跟美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因为阿群妹头白妹有尝试过想要自己插花，但是我知道吼，爱不用呀，反而不用钱呀，还不用黑，这是一门很大的艺术。你係講吼，我都有讀不好的時間，你只記得我剛才講的大朵壓低，小朵跳高。那除了大小朵的比較之外呢，還有就是顏色。如果說顏色深的就算大。
然后颜色浅的就算小，那你只要在你家的花园看到这些花的时候，你就是记得这一些步骤就可以了。哦，原来按呢。嘿，然后像这个，好漂亮哦，浪漫的花。桔梗，那桔梗在我们过年的时候用也是很漂亮，因为它有吉利的意思，它有一个木字旁的一个吉嘛，所以我们一样就是比较小的呢，我们把它放高一点。那像这个这么大的，对，就把它低一点。哦，先图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来讲一下这边，因为老师现在给气架来插发，古时候发给它的正面是面对自己的。给观众朋友大家都得先看一下老师已经插好的这一盆，都得来参考看呐吼。对，其实老师现在在插桔梗的部分，对，可以对照一下。桔梗其实插了蛮多朵的。其实通常啊，我们大概像我现在只用了桔梗的1把，那因为它是关节花，然后它是多株生的，对，所以它会很多朵，对，会非常多。对，琼雅它这个花苞它比较小，所以就把它插得比较高，像这个也比较小。所以就是要遵循这个细蕊的法，我本给插它高的位，它太蕊的所以它层呢就不用到它大的送菜，这样子就可以掌握这个插花的这个美丽的原则。那火鹤的话呢，也是非常可以保存蛮久的，大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过年花的时候，通常我们都希望至少要到我们开工，对不对？开工日的时候它都还好好的，所以我们会希望它看起来是常绿或者常红，所以我们会选用这一些素材。对，那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菊花，还有桔梗，还有火鹤之外，老师可以再跟大家建议一下，过年还可以用什么样的花材吗？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星辰，星辰也有紫色的，对不对？对。那因为我们如果整盆花都红彤彤的，其实也是需要红花也要绿叶来配，所以我们会选这个，它可以当干燥花的。它是新鲜花，但是它不会凋谢，所以我们会带一些，除了我们的主色调是要喜气洋洋之外呢，我们会希望说有一些清新的色系。尤其其实我们过完年就是春天来了嘛，过年就是春天来，所以我们会带一些粉嫩的色系，告诉大家说，春天来了，哇，不是说只有亮晶晶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过年的时间也有清新感，让大家用不同的角落，这个门口进来可能亮晶晶一点，但是我们在客厅的时候就可以摆个小清新的感觉。对，是的，很漂亮。然后我们现在用的是伯利恒之星，伯利恒之星要用法很贴片呢。嘿，那它就是像有一些基督教的他们上面是不是圣诞树上面那一颗星星？就是黑呀，嘿，它的象征就是意思就是它的象征啊。那所以它就取那个，它开起来就会这样子，整个都是整圈，像放光芒一样。古时候圣诞节结束之后，伯利恒之星还可以继续过年来用。因为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花材，它可以呢，那可以大概有10天的花期。10天，那一样你看到大朵跟小朵，所以我在做比较。就是我们每一朵花拿起来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老师，你从你做呀伯利恒之星啊，就会让你不用它狗的喂，因为你头摆地看你插花的时间，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个高低很难掌握。有时候后面高的地方把它做很高，它还是很好看。对对对。可是像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应该一样高比较好看，这个高度用的来怎么来看，怎么来评量啊？高度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要跟花器来配相仿。就是通常我们的高度是花器的宽加厚，这样子。宽加厚，不要超过2.5倍，1.5倍到2.5倍之间。所以呢，花嘅高都唔得超过宽度。是不是花器的宽度跟厚度的1.5到2.5倍？好，大家要记得咯，总唔得超过呀。人家是人家花瓣的按胎，按胎呀，迄发图，还个老给转过来呀，就黑它的这个宽度，对不对？宽度加这个花器的这个长度的1到2.5倍。对对。
对，那这样子你说有的很好看，是因为有的是比例好，对，它就是不要超过这样的比例即可。原来是按呢，因为其实我大白地插那个后面的高度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要插高一点才会有一点层次。但是怎么看别人插它狗的位就懂好看，应该插它狗的位就冇嘛该好看。这种刚才有提到的，因为冇比例的问题，胸台发，胸够，你只会感觉不稳定，所以不舒服。人是视觉的动物，视觉传达动物，你会造成你心理上在欣赏它的时候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它就是在求一个视觉上的平衡。对，不过刚才已经讲到嘿狗凸的平衡，那宽度的平衡呢？因为我现在看到老师也在加了这个叶子的部分，嘿，让它往横的长出去的感觉。对，那通常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都是插一个圆圆满满或者饱满的感觉，所以我们不会把它插得过长，大概都是在我们的花器的附近，最多大概延伸出来10公分以内，因为太长的话，你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线条感，因为线条感是比较看。他是看那种心境的，会觉得说，不是那么饱满，所以我们为了要因应过年的感觉，我们会把它插得非常的饱满劲，跟中间的花能够做一个。好，老师其实也还一个绣叶呗吼，其实叶呗它本来就已经很美，但是老师给绣都给气嘎上了一个用哎，哇，老师现在已经把花转过来了，也还给你正面本太嘎来看，老师在做最后的补强，后面就把它插得圆圆满满的，对不对？对，就是满满的，不要说后面就有洞这样子。对，因为其实像这样的花是非常适合呢。我们客家人都会有祭祖啊，还有那个土地公，所以非常适合在土地公那边来做这个拜神啊，都很适合。哇，安尼东江的一盆花就不会后悔哟，因为其实哈，老师现在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个，应该说一个。标准的概念而已，不过其实要花艺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内涵，为大家会诚意了解张迪。老师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了，只是把一个简单的准则同大家来分享，好吗？嘿，老师现在差不多做到哪个程度了？已经可以结束了，哎，对，可以结束了。那就是好，大概是这样。那线条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可以用春兰叶，亚北叶铺分对，因为看成品有这样子，对，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怎么做。通常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把尾巴春兰叶剪一下，然后再铁丝，还要加铁丝，铁丝在尾巴的部分，对，铁丝在尾巴做一个拐杖钩，绕3圈。顾少给老师还拿那种做花艺的眼线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叶子把它缠起来，缠起来之后，我们的等于说叶子比较软的地方，就有眼线呢可以支撑它了，对不对？对，就是也可以插进去，也可以固定。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线条。对。然后我们刚才留的这个线，就可以把它剪适当的长度。对。哇，好，差不多就会按呢，对不对？对。其实哈，按呢，春节的这个花艺，其实係當簡單，大家就做得來吃看啦。老師今日同大家來分享按呢嘅方式咯，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行卡到有關會客室嘅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哦。哇，大家也好做得看到吼，家下欣賞插的一盆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用我们的菊花，还有红鹤，还有这个桔梗，还有伯利恒之星，还有星辰，还有小小的这个玫瑰，还有一些其他的叶子，就可以组合成一盆，再
的过年的时节，做的本太家有很多这种喜气，韩国有春天的感觉给亚盆发，对，跟大家分享，对，一个春天的感觉，然后又有喜气的一种分享。冇错，先生唔讲眼上来问吼，你很用诶，我开始上来接触这个花艺的部分，而且最后还成为这个花艺的艺术老师。我细细之前，我妈妈是每次都会去上花艺课，去学东洋花，池坊教授。佢特别，东洋花其实动到树枝的枝比花多，欧式花是花比枝多啊，所以那个我妈妈每次都在我那边插花，我都会坐在她对面看。那对花艺就是从小就有兴趣，懂听清。那喜欢欧式花是觉得说，每次树枝2、3枝就弄了2、3小时，所以我喜欢花多一点。对，所以这种是欧式的花艺，对，欧式荷兰花艺。哇，姑嫂我们单枪是花艺老师赢了呀，他是会客室的主人，每有抢到懂懂艺术家来都要会客室同大家来见面，同大家来分享一条艺术品哦。姑嫂老师是不是每抢同大家来小结一下，今日带来其实懂懂嘅艺术品全部就懂奖，先对阿妹后背嘅上面有西扎。对，漂亮的这个金色跟黑色的。对，现在我们看到那个阿奇妹她后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林淑珍老师她的柴烧，柴烧。对，然后它是这个花器，我们那上面是茶碗。茶碗。对。这是他1月份会在我们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来做展览，也欢迎大家来看他的作品。1月份就会在这个新瓦屋来做展出，好，单枪案呢。对，老师还要继续介绍吗？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就是有羽毛的那个女生，她非常特别，好奇哦。现在很流行硬体字嘛，其实路红 FB 蛋糕，懂懂影帝嘅分享瑕疵有冇？韩国也是墨水笔哦，跟墨水的彩色的墨水会流出来，韩国就做在下东讲的诗，像可以用挖可以用诶很漂亮的字。对，所以这个是沈继华老师和前面的这个阿琴妹旁边的这一组哈，雪花籽的这个是它的特殊的釉药，那它是瓦斯和电窑烧的，那硬笔字呢，它就是拿起来是羽毛笔，其实它是可以写，旁边那个杯子是装墨水的。因为一样，它看起来啊，就像一张天使一样，因为它后面有长一个翅膀出来，有没有？像一张天使，个其实给天使的那个羽毛，还做得拿起来，然后就做得温呀，这个墨水就做得拿来瑕疵，好有创意哦。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植物染的部分。植物染的部分就是我们曾秀宝老师，那他在我们新竹的关西呢，有一个工作室也和我们合作。那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年年有余啊，和我们这个花跟我们花艺有关的这个图案呢，来做摆设。那这个是我们陈博瑞老师，那其实他的正职是在我们竹科，在我们工研院。工研院的工程师，那他最喜欢做小精灵，这是他的小精灵系列，而且把它装到这个玻璃罐里面，然后就有那种就是小精灵会发光的那种感觉。那这个的话，就是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曾维忠老师他就是我们谢宇威老师有一首歌叫做《花树下》，所以就是这个启发，然后就做了这个种了真的多肉，然后用铝线、铁线，然后再做上那个花树下的感觉。对，亚东家很多看亚迪路这个铝线啊，给产等的用诶，就像是树根，它很纠结的感觉。对，全部就都带好。那这个是陈清和老师，这是浪旋系列，那它这个就是花器。那其实简单的这个常春藤的摆设呢，在家里就是很有绿意盎然的感觉。对，韩国爱吃到爱 Hellboy 呀，这幅画，看起来真的是太美太真实了。这个是什么颜料画出来的画，老师？这个不是用画的哦，它非常的特别。我们说过，我们是跟花艺有关。这是许静梅老师呢，她特别以压花的方式做出来。压花，对。姑嫂压蛋糕，每一片的
搭的这个色块的部分，全部就黑发，全部就黑发叠上去。对，哇！而且它这一幅画，非常代表我们台湾的这个玉山。还有我们台湾蓝雀，所以台湾蓝雀那个是用非洲菊做的。哦，原来按的韩国看亚山呢，亚洲手菜有吗？那是夜牡丹。哦，看得到那个花瓣的这个纹理，有没有？好神奇哦！韩国亚妹妹黑，全部看得出亚妹。对，然后下面的花就是孔雀花。某音整看很真，眼看不出来，真的特别，对不对？而且非常的逼真哈。对，原来用花就可以创造。许静美老师是有得过日本跟韩国的，还有台湾的大奖。哇，古时候也有欣赏，全部就都得在会客室同也有见面，对不对？对，1月份也在我们那边有个展。1月份，也是有个展。到2月，对。好，韩国 Hellboy 其实很油，很可爱的。就是我们新竹地区有一个少年之家，那里面有个徐树英老师，他很喜欢捏塑，也让中辍生呢从这个艺术的推广呢能找回自己，所以这是他的捏塑财神爷。我们过新年的时候可以做这些福气的公仔。对。那另外中间这一幅这个。春联对，福起来咧，对，福起啦，对，那它是够福气，上面是一只狗，因为明年是狗年，旺年，对，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够福气的意思。那这是王德全老师，他在2月3号的时候，客家文化保存区会有一个福客庆丰年的活动，他会现场挥毫，我们新竹县政府文化局也请他到现场来挥毫，免费赠送给大家哦。哇，古时候我们看一下这春联嘛，同头摆看到的模蛮该用哦，有这种金色跟黑色，非常非常缤纷，而且是很活泼的感觉。对，这样子的春联做得的1月初3，去到夜星啊，无延期就做得来看到，对不对？做得。对，老师，你做得再个同大家来分享，因为刚刚有讲到吼，1月份已经有艺术家会去会客室鸦片来做展出嘞。接下来2018年的规划还有哪一些？其实在1月、2月的时候，我刚才介绍了有福客庆丰年。那在4、5月的时候，我们新瓦屋也会有怀宣茶会，母亲节茶会。对，就是我们会做母亲节的插花活动。然后大家做的去家去听呀咩？对。那还有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古风车巷弄市集是3周年的活动，我们会扩大邀请呢我们全省的伙伴呢来共襄盛举。那当然就是在暑假的时候也会配合我们新瓦屋的板凳电影院来让大家呢都来我们新瓦屋看电影，所以我们会有系列的活动，一直到10月的花鼓节，我们也会来配合这个花鼓活动。还有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就会福客庆丰年之前会有一个耕读生活趣庆丰收的活动。所以我们整年度的活动啊，都会绕着这一些5大活动的主轴。对，轻松又很爱吃到家的嘅发通，全部就同菜地有非常多嘅关联，全部都是跟在地一起在走的，不仅是在地的生活，包含菜地嘅艺术，全部会同大家来分享。对，古时候乡亲朋友有限的时间分享，大家都呀这个新瓦屋延期韩国这个会客室走走哦。今日谢谢玉凤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谢谢玉凤老师。每次问各位观众朋友，我时刻呢休息一下，等下听你运动欣赏，向下来听同一下。